西張專題網台大戰變社企老千羅生門15少張瑞新狂轟大肥硬證據去晒邊？各位觀眾晚上好，網絡世界日日新鮮，但係最近一場橫跨港漫界同 YouTube 網台圈嘅恩怨，竟然由2025年5月一直燒到而家2026年4月，仲越演越烈。有人被公開指控係社企老千，呃人血汗錢兼搭雞棚。究竟係有人見義勇為踢爆真相，定係純粹嘅網絡欺凌惡意抹黑？我哋西張即刻同大家撥開雲霧睇清事實。第一擊，驚天指控社企變老千集團。近一年，大家如果打開 YouTube， 可能都會留意到15少伍永新聯同志高 Club 嘅張瑞新喺轟龍哇啦、G 高 Club 等多個頻道推出大量聯播同專題，佢哋嘅標題非常之搶眼，例如社企老千大肥、老千看天下，將矛頭直指大肥黃國聰同埋佢嘅社企 Weekend Limited。佢哋嘅指控可以話係非常嚴重，主要包括3宗罪。略水而云，指控大肥喺2019年社會運動期間，以幫手足為名，每個月籌集高達20幾萬現金，最後筆錢竟然不翼而飛，仲涉嫌逃稅。搭雞棚呃長者，直指目前 Weekend 社企利用 BB 牌進行非法籌款，專呃老人家嘅錢，係一個徹頭徹尾嘅騙局。猛料黑歷史，甚至數到去舊案，大爆對方有刑事案底、破產記錄、造假文件陷害親大佬，甚至暗示涉及賄賂。聽落係咪好得人驚呢？但係面對咁嚴重、足以坐監嘅指控，證據呢？第二擊，查無實據，得個講字。我哋西張團隊梳理過晒佢哋嘅直播內容，發現一個好大嘅盲點，完全冇任何實質嘅公開證據。要指控一個人詐騙，通常要有真憑實據，但喺呢場風波入面，冇銀行過數記錄，冇受害人企出嚟實名指證，冇審計報告或法庭文件。所謂嘅證據，大部分只係一啲所謂金家人電話訪問嘅片段，或者係經過剪輯嘅對話。成件事純粹流於口述同直播公審，完全冇一個可驗證嘅獨立來源，單憑把口真係令人充滿疑問。第三擊，大肥絕地反擊，以報警驚掂律師，俾人狂踩大半年。大肥同 Weekend 嘅行政總裁 Emily 當然唔會坐視不理，佢哋早前已經開直播，逐點擊破呢啲指控。賬目分明，強調所有捐款都有清晰記錄，已經全數準確轉交指定機構，絕對無落格。真社企認證，攞出香港社會企業總會嘅正式認證，嚴正聲明 Weekend 從未申請過政府任何1分1毫嘅資助，何來呃政府錢？採取法律行動，佢哋直指對方嘅行為係網絡欺凌同誹謗，目前已經收集好證據，報警處理。根據門徒媒體2025年4月嘅報道，大肥一方亦確實已經約見咗社企總會同律師跟進。第四擊，局外人睇法純屬小圈子恩怨，其實呢場風波喺圈內早就惹來非議。一個專門記錄15少爭議嘅第三方網站 Handspring.online 就有另一個睇法。網站指出呢件事根本唔涉及咩老千騙局，純粹係因為大肥早前講起15少同其他人嘅恩怨，從而觸發咗對方嘅無差別攻擊。更有趣嘅係喺早前嘅信和伏擊桑比事件對質入面，15少一方亦曾經承認過部分指控係冇實質證據，只係用粗口嚟遮醜。西張結語，網絡剝花生，切忌跟車太貼。總括嚟講，綜合目前所有公開嘅資訊，15少同張瑞新對大肥嘅社企老千指控，目前係完全唔成立嘅。呢場風波似乎只係一場港漫同網台小圈子入面嘅長期恩怨同流量戰，雙方互指抹黑，互相舉報頻道。網絡世界資訊泛濫，有時真係口講無憑。西張奉勸大家，食花生當八卦聽下就算，千萬唔好盲目相信任何單方面嘅直播內容，切忌跟車太貼。如果日後有法庭文件或者警方嘅最新官方調查結果，西張東望會再為大家跟進報道。